大家好啦，歡迎大家嚟到呢個交流一波嘅 channel。轉會消息嘅 update，今集就講一講就係關於車路士嘅轉會窗啦。今季嚟講咧，車路士大舉去重組佢班底啦。首先係教練沙比朗素嘅嚟臨啦，以及佢哋大舉咁樣去重組佢一支球隊啊。佢今季其實佢買人其實都使咗差唔多接近3億鎊去組軍啊。買入好多唔同類型嘅球員。來季佢會係想點樣去挑戰一個更高嘅排名呢？我哋之後就會慢慢就一樣去睇啊。講翻今季夏天嗰個轉會啦。由沙比朗素揸旗，暫時其實都簽咗大約9個球員嘅。仲有一個傳緊啦，喺個錄影嘅時間。主要都係講翻重點嘅收購啦。睇沙比朗素今季佢個踢法會係點樣呢？預計都係會唔會好似好皇馬咁樣咧，打啲高壓嘅逼搶啦，以控球為基礎咧，再配合佢哋啲新援嘅特性，會唔會打咗一支好有活力、好有速度嘅球隊咧？主要我覺得都係睇翻佢以往嗰個陣容，都係打4-3-3啊，或者係利華古遜嘅時候打3-4-2-1嘅高位逼搶嘅陣型啦。主要都係以快打慢啊，喺邊路嗰度突破，加上個中場控制係作為沙比嘅風格嘅。第一個要講嘅球員一定係呢位師兄啊！呢位師兄英格蘭國腳嘅摩根羅渣士啦。自從世界盃啱啱踢完嘅世界盃，其實都有跟隨隊有去美國嗰度踢世界盃啦。都係一個半主力嘅球員嚟嘅。上季今季就以呢一個超過1億鎊，差唔多1.2M 鎊嘅身價，就加盟車路士。據報睇翻呢啲消息咧，其實佢係一個英格蘭史上最貴嘅球員嚟嘅。比當時 Declan Rice 個阿仙奴嘅身價仲要高啦。24歲，主要位置都係進攻中場啦，或者翼鋒左翼嘅位置啦。睇翻佢各項嘅上季嘅數據嚟講咧，佢所有嘅賽事係入14球啦，12助攻啦。其中英超咧就係入10球7助攻。就咁睇數據嗰方面咧，一定係唔錯噶啦。加上佢上陣嘅場數係有55場波咁多，英超係佔咗37場，歐霸係15場。基本上佢能夠缺席嘅比賽一定係冇乜咁滯嘅，因為基本上踢足嘅。英超方面射咗37場，歐霸15場啦，帶領歐霸杯，維拉喺歐霸嗰度攞冠軍啦。而入波同埋助攻亦都係佔一個好多嘅位置。睇數據一定係勁㗎啦。加上上季維拉咧，基本上踢法嚟講都係以防守行先，再加入一啲防守反擊嘅踢法啦。好多時佢喺左邊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佢都會攞住個波自己去掕啊，好多唔同嘅突破啊，然後佢自己去創造一啲個機會、一啲嘅空位，交個盤樓去撥大位去射入唔少嘅靚波。所以就係話佢喺供應上面嘅都唔會話十分之咁充裕嘅充足啊。佢呢一種咁嘅踢法其實就唔難去，係一個非常之咁有創造性嘅球員。佢呢一種嘅踢法，如果係要配合一個沙比朗素嘅一啲嘅速度型嘅高位嘅逼搶嘅，絕對係有能力係去做到。就在於佢有個問題，就係佢咁高嘅身價係史上英格蘭最貴嘅球員。呢個身價會唔會令到佢喺呢一方面係感受到好多壓力咧？因為基本上佢係一個英人嚟講咧，嗰個關注度亦都係非常之高啦。但係唯一嘅好就係佢本身都係踢開英超啦，就對個聯賽係非常之咁熟悉。喺適應方面，我相信就一定係唔多唔少會冇呢個問題嘅。即係佢始終都係踢開英超啦，冇問題去容易適應。但係在於佢係同
球隊嗰個踢法始終同維拉有少少唔同咧，咁我哋之後就可以去再睇一睇啊。咁啊，嚟到第二位嘅重點收購咧，一定要講呢一位法國嘅半主力嘅中堅啊，拿確斯啊。咁就26歲啦，身價就以51M 嘅英鎊咁就由水晶宮嗰度加盟啦，呢位中堅嘅球員。上陣方面，佢嗰個數據其實同頭先攞緊萊斯士都比較相似，都係好踢咗好多場嘅，total 55場，35場英超，其中歐協就踢14場，咁就幫咗水晶宮攞咗個冠軍。咁啊，同羅修士相比，其實都係一樣，佢哋本身嗰個傷患嗰個情況暫時都係幾唔錯、幾健康，而亦都係可以踢足咁多場波啦。咁相信對於沙比嚟講，佢都唔想話簽名一個球員咁容易受傷，呢一方面佢都會有着重去睇重一點嘅。咁另外數據嗰方面咧，咁佢清球就249次啦，場均7.26次啦，攔截47次啦，場均1.37次啦。高空對抗111次成功啦，場均3.24次啦，成功率係高達93%嘅，亦都有斬獲就係入3球3助攻嘅。咁以佢嗰份 CV 咧，喺呢個法國隊做一個輪換嘅中堅啦，亦都佢有喺今屆世界盃都有有上陣嘅時間啦。喺今時今日嘅物價嚟講咧，其實呢一個價錢51M 嘅英鎊咧，就真係唔算太貴。咁始終佢年紀係26歲啦，非常之咁當打啦，出名都係一個速度非常之快，攔截能力非常之高。攔截能力非常之強，加上佢係英超 proven 過咧，咁即刻係可以即食嘅。咁對於車路士嚟講，我覺得絕對係一個比較好嘅手球嚟，就咁睇。咁因為以而家車路士嘅人腳嚟講咧，雖然好多唔同嘅人啊喺中堅方面，咁但係暫時嚟講都冇話一個非常之好穩定嘅發揮啊。咁雖然有Cheikhou Kouyaté喺呢一度打個中堅位置啊，咁但係基本上佢好多時候都好容易有一個傷患嘅情況，好容易受傷。咁出到嚟就係一啲科芬拿啊、巴對亞舒爾啊、炒霸呢一啲嚟講咧，其實係比較有失色少少。咁如果係而家簽咗拿確斯做一個補強，我係覺得自己一個喺呢個位置上面係絕對係一個加強嘅，無論係喺個能力上啦，好似係速度啊、轉身啊、一啲高波啊，亦都係比其他而家現有嘅中堅比較強。咁就咁睇嚟講，係絕對係一個靚簽嚟嘅。咁再嚟我哋就有呢一度左手邊會有新加盟嘅帕利斯達啦，咁就轉會費43M 加4M ons 嘅英鎊，咁就由亞特蘭大嗰度加盟。咁呢位球員21歲啦，咁主力踢右閘或者左閘去做一個位置咧，都係以一個速度盤帶做一個賣點啦。咁上季其實喺意甲咧都係踢得唔錯㗎，係都有被譽為一個最有潛力嘅一個防守嘅新星啦。咁上季就外借去亞特蘭大，外借到卡里亞里啦，咁就場數踢足37場嘅，咁交一球4助攻啦。咁佢嗰個特點咧，其實都係喺個速度方面啊，而喺個體能方面，亦都係會有個優勢喺度啦。即係佢上季喺卡里亞里打一個3-5-2嘅陣式裏面咧，佢都係主要打右閘或者喺嗰個翼位嘅位置嗰度去打嘅。咁呢一位球員咧，咁就啱啱其實喺香港隊嘅，即係喺香港嘅熱身賽，其實佢都有正選上陣啦。我就咁睇咧，佢嗰個狀態就唔係話太標青啫。見佢踢咗半場，其實都係嗰個體能狀況唔係咁理想。咁但係嗰個進攻能力係好強嘅，跟住經常都喺壓上去做一啲埋門啊，或者係做一啲助攻啊，佢都係經常喺場上見到佢嘅。咁相信會唔會喺沙比朗素，如果佢要打3-4-1-2或者3-4-2-1嘅時候，會打到個翼位去幫到一個喺個右路嗰度爆發咧？因為佢始終係做占士嘅後備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個唔錯嘅輪換嘅選擇。
咁啊，右手邊嗰位咧就係葡萄牙嘅昆達啦，咁啊非常之後生，19歲，身價咧就42M 嘅英鎊，就由上季由踢呢個葡超嘅士砵亭嗰度轉過嚟嘅，位置都係踢一啲左翼或者係右翼嘅位置啦，咁其實佢應該係用右翼嗰度為主嘅，因為佢本身左腳啦，咁都要拐翻大位去做射波嗰一種嘅球員啦。上陣方面，佢上季就踢咗32場啦，其中6場有係歐聯嘅賽事咧，最後入6球9助攻嘅。咁呢位球員其實都係用都係出名用速度去做突破啦，擅長去做一啲one on one 嘅盤球啊，去突破啊，去做一個創造機會嘅一個踢法啦。咁講真，其實買佢嚟講咧，都係睇佢之後嗰個潛力嘅。咁但係你問我啊，呢個價位嚟講，4200萬磅，我係覺得有少少伏嘅，因為始終佢喺葡超其實都係冇 proven 到過嚟咧。咁啊，一到過嚟英超，始終嗰個比賽強度，葡超同英超都係即係都唔係，即係都爭好遠噶嘛。即係葡超嘅水貨，唔好話葡超啦，即係可能你喺德甲或者喺意甲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水貨嘅時候，佢嚟到會唔會即係做到嘢咧？會唔會話好大嘅進步咧？就要睇即係好講嗰個即係要賭一鋪咁嘅感覺。咁同埋喺後備即係或者係其他唔同位置上嘅方面，其實嗰度都有好多唔同嘅球員，有艾斯迪方啊，仲有 Gittens 啊、柏杜尼圖啊，柏杜尼圖唔知係咪會之後賣去俾曼城啦，有傳就即係非常之接近曼城啦，仲有其實基本上啱啱都有出翻嚟嘅梅迪力啦，雖然佢係踢左邊，咁但係邊鋒右翼嘅位置會唔會有佢咧？咁其實呢一個佢都要去慢慢去爭。咁啊嚟到呢一 pair 嘅老將咧，我自己覺得啊幾得意嘅喺車路士呢一個咁嘅策略嚟講。咁啊先講右手邊嘅韋碧克啦，咁啊韋碧克今年就已經係35歲啦。咁其實佢係上季以白禮頓以500萬嘅磅嘅身價由白禮頓嗰度轉頭過嚟啦。咁其實你問我咧，就咁睇500萬咧，咁一定係抵到爛㗎啦。基本上你已經唔使睇佢啲數據踢成點啦。咁就係如果你照講數據，都係冇得彈啊！即係本身踢足40場啦，英超加埋杯賽，入14球2助攻。如果你話佢以一個2000萬磅嘅身價打一兩季，其實都已經係好抵㗎啦。仲要加上佢而家係用500萬啊！基本上佢打作為Pedro Porro 嘅後備啦，或者係一個輪換嘅正選咧，以佢呢幾季嘅表現，加上佢自己又有踢過英超、歐聯嘅經驗，去搭配啦，做一個後備殺手，我覺得絕對係夠做嘅。因為始終上季佢哋仲有另一個前鋒戴拿咧，其實係踢得好鬼曳嘅，即係入得2-3球嘅咋，即係成季咁。相信以佢韋碧克嘅級數搭住做一個後備輪換殺手咧，個級數咧係絕對夠做嘅，絕對夠做嘅。咁我就覺得，所以佢呢個人絕對喺呢一方面係一個幾好嘅提升啦。咁然後就再講到就係佐敦軒達臣啦，雖然佢嗰個作用就冇韋碧克咁大啦，始終中場方面人腳都比較充足啦。咁但係佢都係以一個即係叫做自由身去加盟，去做一個輪換，即係可能有啲杯賽啊，或者係一啲冇乜咁重要嘅比賽俾佢來踢嘅時候，其實都係夠踢嘅，因為以佢嘅經驗，始終都係以佢嘅狀況嚟講，都係做一個穩固更衣室嘅，即係可能整頓一個更衣室啊，或者以老帶新嘅一個方法。咁數據方面一定唔會話特別話即係好亮麗啦。咁但係以佢免費，加上佢係一個前利物浦隊長嘅一個穩定更衣室嘅作用。咁對於西比朗素嚟講係需要呢一啲咁嘅老將去維持一個更衣室嘅狀況，或者係去 push 一啲後生仔去進步嘅一個好好嘅功能啊！咁嚟到最後一個比較重點嘅收購，都想講一講呢一位22歲嘅阿根廷國腳啦
華倫天巴高啊，咁就上季喺法甲嘅斯特拉斯堡啊嘛，以4300萬英鎊嘅轉會費啊嘛加埋，咁佢踢法個位置其實嗰度幾多用途嘅，咁啊除咗可以踢防中啦、左翼位啦、左閘啦，佢都係可以去踢嘅。咁主要我以簽咗佢嚟講，都係頂一頂，可能係閘位上嗰個替補啦。始終古古尼亞都已經走咗啦。咁佢亦都可以勝任防中呢個位啦。咁就係一個叫做比較多功能型嘅萬金油嚟嘅。咁其實睇佢上季，其實佢都踢咗43場波，其中10場係歐協，有一個歐洲嘅經驗啦。數據方面，佢係入3球啦、9助攻啦，咁可以睇到其實佢助攻嗰個能力係非常之高嘅。咁全搶奪啦，咁嘅場均係1.42次啦，全球成功率86%啦。咁就咁睇，其實佢係一個非常有前途嘅球員啦。咁就，但係就係問題就係佢就會多啲係以進攻為主啦，咁就基本上都要壓前嘅防線嘅時候要用啦。咁防守能力就唔知佢會唔會可以頂得住英超嘅翼鋒啦。咁就要睇下佢到時係踢啲咩位。咁但係佢簽咗張長約到2033年嘅，斷估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好長遠嘅計劃嚟嘅。咁但係都值得期待嘅，我覺得呢一位球員，即係始終啱啱都喺世界盃都有見過，都有亮相過一位球員啊。咁就睇下會唔會有能力可以喺沙比個麾下嗰度再有啲咩去 fulfill 去教啦。咁就我個人認為最後一位點都要提一提咧，就係即將復出嘅梅毒啊，烏克蘭嘅斯朗梅迪力啦，呢位球員其實都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風波啦，就差唔多接近20個月嘅停賽啦，因為上年即係因為2024年嗰個藥檢嘅事件之後。咁佢其實啱啱已經係翻咗去車路士嘅一隊嗰度去做 pre-season 啦，都有嚟香港做一個 pre-season，都有上陣嘅。咁就沙比朗素都表明啦，都會慢慢去觀察佢個狀態啦，安排睇佢會唔會可以復出到，會唔會可以跟翻佢之前嗰個狀態。咁佢之前就喺2023年其實。要喺1月嘅時候好高價咁樣去車路士加盟車路士嘅轉會費，其實都差唔多有7000萬歐羅呢一個身價啦。咁佢嚟到亦都話唔係真係話踢得好好嘅，咁但係就咁當時就即係叫做又用一個速度去見稱啦，亦都係非常之有拼搏嘅球員。咁而家嚟講咧，其實佢要爭嘅位置其實都唔係好多啊！頭先都有提過，有昆達啦，有 Steven Rogers 啦，有爬馬啦呢啲球員啦，艾斯迪方啊呢啲球員啦。如果帕圖利圖唔走，仲有帕圖利圖先喺個逆風要競爭性嘅，即係有好多人需要去爭佢嗰個位嘅。咁但係我覺得就睇佢做法啦，睇下佢之後會唔會即係可以生性啲去 pick up 翻個狀態，去爭翻個位啦。咁樣就咁總括嚟講咧，其實講翻車仔咧，咁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新援啊，前中後都有唔同嘅隱瞞。咁我覺得最主要睇翻佢一啲特性嚟講，就係嗰啲球員嗰個傷患嗰個記錄咧係好靚仔嘅，因為始終睇翻車路士好多唔同嘅球員咧，佢哋嗰傷患記錄而家現有嘅都係比較多玻璃腳，即係好似係 Colwill 啊、域斯詹士啊，甚至乎係之前嘅一位梅毒啊，都有好多因為傷患或者係因為好多唔同嘅事去停賽，去斬咗個部署嘅。咁佢今次嘅隱瞞其實都睇得出，沙比阿朗素係想要啲球員係。大多數都要係嗰個健康情，一定要喺嗰個健康嗰度着手，即係要話佢哋唔係咁容易受傷先，咁唔會影響個部署。呢一個係第一度見到啦。咁另外就係話會唔會可以配合到佢嗰個踢法咧？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高華 pitch 以速度為主嘅一個踢法。咁睇翻佢簽啲嗰幾堆人啊，咁個速度啊，亦都係用 work rate 見稱嘅球員都好多。咁至於能唔能夠配合沙比嗰個之後
佢嗰個部署咧，咁就要開季先至，因為啱啱睇完車路士呢幾場嘅熱身賽，尤其是喺香港，我喺 live 嗰度，即係喺現場嗰度望過，佢哋其實嗰個進攻嗰個活力其實真係唔係好夠，基本上同埋佢可能佢哋個狀態未翻嚟啦，有啲主要球員未喺度啦，咁但係就咁睇，其實佢對祖雲達斯嗰個表現亦都唔係真係咁好啊，即係可以話係曳啊，即係。進攻冇活力啦，防守好鬆散啊！呢樣嘢就睇下到時開波嘅時候，沙比會唔會可以調教翻到隊波係操翻起個狀態，咁就迎接下一季啦。咁就大致上要講嘅嘢都差唔多啦。咁今集就係一個車仔嘅車路士嘅轉會消息，夏日轉會消息篇咁樣去 share。咁如果大家中意都可以 like 啦、share、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呢個 channel 叫鳩流一播，我哋下次再見啦，拜。